过来看，伫高雄的南仔溪有一栋30年的社区大楼，因为外口壁的铁路清载落来，去隔着下骹的车，所以因决定要整修。不过因为伫咧施工的时阵无达严格，警方认为讲安全的防护做了无够。因那施工的厂商是回应讲，因拢有照规定来申请路权做安全的防护。因那专家嘛建议讲，会当搭3米悬施工的架啊，比较会较安全。 工人搭伫外壁咧卡铁路，现场无搭架，是用两石屎互拿围起来。民众烦恼落落去铁路会讲到过路人车，因为防护不够，影片发到网络引起讨论。台风天还是下雨天，风比较大一点，瓷砖也会脱落啦，砸到谁要去负责啦？啊，一次都被罚好几十万，谁撑得住？ 影响到遐铁路落落去的警示牌啊，施工大楼伫高雄南仔溪旗南路，每30年，这几年因为外壁铁路落个真严重，常常讲到汽车，互人投诉罚钱。为公共安全管委会找包商做整修，施工人员表示，拢照规定做防护。我们都往警示范围里面调，我们都有评估过，都没有去伤害到别人。前面都交管全部都挡车。4楼的位置已施作防护网及周边高压电的保护套。 保护施工及周边行人安全。有关外墙瓷砖修缮工法，系采用垂直吊挂的平台施工。 铁路落地防护网，市府回应工地有照规定申请搁做防护。专家表示，外壁施工虽然无硬性规定爱搭架啊，啊不过搭架会较安全，因为尿道是护栏无悬。那铁路落落去时阵，先讲着冷气改变落落去的路线，或者是落落去了后反弹，拢可能飞出护栏。为么字形的施工架，外围再用帆布预防它喷溅。它么字形大概为2层，高度大概3.4米，高度还在高压电之下。 侧向风力的预防固定好，应该这个方式是可以。专家建议护栏放伫外围动车内部个大架啊，应确保铁路安怎困，拢伫施工的架范围内。为消除民众记录，工务局也表示，会要求管委会加强施工安全的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